太初有道，道與神同在，道就係神。呢個道太初就與神同在，萬物係藉住佢做嘅，凡被造嘅冇一樣嘢唔係藉住佢做嘅。生命就喺佢裏頭，呢個生命就係人嘅光，光照喺黑暗裏面，黑暗卻唔接受光。有一個人係從上帝嗰度差遣嚟嘅，名叫約翰。呢個人嚟為要作見證，就係為光作見證，叫眾人因為佢嘅見證可以信。而呢個光係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喺世上面嘅人。世界係藉住耶穌基督做嘅，不過世界卻唔認識佢。佢到自己嘅地方嚟，而自己嘅人反而唔接待佢。凡係接待佢嘅，就係信佢嘅人，佢就賜呢啲人權柄作上帝嘅兒女。呢啲人唔係從血氣所生嘅，乃係從上帝所生嘅。道成為咗肉身，住喺我哋中間，充充滿滿嘅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施洗約翰為耶穌基督作見證，大聲咁話：呢個就係我曾經話喺我以後嚟嘅，反而成為咗喺我以前嘅，因為佢本來就喺我以前。我哋都領受咗佢豐富恩典，而且恩上加恩。律法本來係藉住摩西傳嘅，而恩典同真理都係由耶穌基督而嚟嘅。從來冇人見過上帝，只有喺父懷裏面嘅獨生子耶穌基督將上帝表明出嚟。猶太人從耶路撒冷差遣祭司同利未人去到約翰嗰度，問佢話：你究竟係邊個？約翰就明確咁話：我唔係基督，我就係先知以賽亞所講嘅，喺曠野大聲嗌話要修直主嘅道路嗰一個。我係用水施洗，但有一位會喺我以後嚟，喺你哋中間，你哋卻唔認識佢。而呢一位呢，我就算為佢解鞋帶都唔配。以上就係施洗約翰喺佢施洗嘅地方所作嘅見證。